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主辦2014香港義工嘉許典禮，表揚義工對社會嘅貢獻。獲頒嘉許狀嘅陳偉強用手語服務聽障人士超過20年，佢形容做義工令生活更加充實。多與少呢，其實唔緊要嘅，最緊要係有個心，做到幾多，付出到幾多就 OK 噶啦。義工鍾信用曾經因為患病經歷人生低潮，明白關懷身邊人嘅重要性。唔好因為咁小事就犧牲，即係自己。其實原來我仲有好多人都需要幫一幫嘅喎。其實咁所以之後呢，我就每一日就決心每一日做義工啦。咁直到而家，但係咁我而家每一日都我自己都覺得好開心。另外，社會福利署首次舉辦義工運動短片創作比賽，讓市民發揮創意，以鏡頭演繹義務工作嘅精神同埋得益。社會福利署署長葉文娟希望活動可以感染更多人成為義工，宣揚互助互愛嘅精神。